筱魯議員。多謝主席，我想提兩點呢，都係關於2025施政報告提出嚟嘅重點。第一個呢，就係 AI 效能提升組，咁我想了解呢，即係依家呢個勞福局或者係社署呢，就住呢方面有冇一啲具體嘅諗法，或者已經做緊嘅，即係點樣可以呢借助 AI 同大數據呢去優化服務，即係壓縮開支啊，呢方面更加精準扶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我理解呢個係跨局嘅。咁但係呢，因為始終高齡化呢樣嘢呢，我相信對於勞福局嚟講，個壓力係最大嘅，挑戰最大嘅。咁啊，其實都講到呢，就會今年嘅時候呢，都會有即係報告俾翻特首啦咁樣。咁我就唔知道有冇機會有啲中期報告或者點樣樣可以呢，即係就住譬如我哋依個委員會呢，係同我哋分享下嘅。多謝主席。局長。主席啊，多謝林議員。呢兩個小組嘅領導呢，都係政務司副司長。咁詳情要請政務司副司長解答啦。AI 效能提升組咧就我冇份參與，但係應對社會高齡化嘅工作組咧，我係副組長。我哋勞福局咧係全力以赴向呢個政務司副司長咧提出咗我哋一系列嘅想法，但係具體幾時講、點樣去講咧，呢個要交翻俾副司長啦。